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，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。靈命日亮，每日與你同心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讓我哋呢段時間一齊靠着聖靈嘅帶領，嚟到上帝嘅面前，聆聽上帝嘅話語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慈愛的救主。我哋先聽一聽詩篇55篇1至5節，以及16至22節。第一節：上帝啊，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，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。求你側耳聽我，應允我。我哀嘆不安，發聲哀哼，都因仇敵的聲音，惡人的欺壓，因為他們將罪孽加在我身上，發怒氣逼迫我。我心在我裏面甚是疼痛，死的驚惶臨到我身，恐懼戰驚歸到我身，驚恐漫過了我。第16節：至於我要求告上帝，耶和華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嘆，他也必聽我的聲音。他救贖我命，脫離攻擊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。因為與我相爭的人甚多，那沒有更變不敬畏上帝的人，從太古常存的上帝必聽見而苦待他。他背了約，伸手攻擊與他和好的人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卻懷着爭戰。他的話比油柔和，其實是拔出來的刀。第22節：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，他必撫養你，他永不叫義人動搖。喺猛烈燃燒嘅森林大火之中，一名巡山員呢就抱住一隻小熊衝出火場，將佢帶到安全地點之後，就將佢放低。不過呢一隻小熊呢就用小小嘅後腳企起身，緊緊攬住巡山員嘅小腿。巡山員就輕輕推開佢，而呢隻小熊呢就擘大嘴巴，好似好絕望咁喺度哀嚎，而且又喺度爬喺度找，拼命想留喺拯救佢嘅巡山員懷中。當呢隻小熊緊緊抱住巡山員嘅手臂，呢一位好心嘅巡山員呢就唔再拒絕佢啦，並且輕撫佢毛神神嘅頭。呢一隻小熊以強烈嘅渴望同信心追隨，並且緊緊捉住嗰位救佢脫離死亡嘅巡山員。咁樣，如果我哋以同樣嘅心態去追隨嗰位救主耶穌，又會係點嘅呢？上帝創造嘅每一個人都需要被拯救。詩人大衛亦都承認佢需要一位救主，佢期盼上帝垂聽並且回應佢嘅禱告。而大衛亦都坦言，佢面對欺壓、威脅、苦難，使到佢恐懼驚惶。不過佢仍然堅定追隨上帝。喺詩篇55篇16至17節，佢話：至於我要求告上帝，耶和華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嘆，他也必聽我的聲音。大衛不斷地禱告，佢相信上帝會垂聽，亦都會使到佢得享平安。當我哋遭遇困境或者磨難嘅時候，我哋呢都可以好似大衛一樣向上帝呼求嘅。呢一位慈愛嘅救主追尋我哋，當我哋追隨佢嘅時候，佢都會聽見並且拯救我哋。
各位朋友啊，你今日可以點樣追隨上帝啊？而上帝曾經點樣救你脫離困境或者磨難呢？詩篇55篇17節：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聲悲嘆，他也必聽我的聲音。邀請你，我哋一齊禱告主啊！親愛嘅上帝，好感謝你藉着基督救我脫離死亡，亦都好感謝你每一日都係我嘅避難所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靈糧透視。喺詩篇55篇4至5節記述，大衛嘅內心極其傷痛，承受難以言喻嘅痛楚。而呢一種傷痛係因為佢被非常信任嘅人所背叛，而佢亦都曾經將呢一個人親切地稱為我的朋友、我的知己，並且喺13至14節和合本修訂版咁樣形容話：我們素常彼此交談，以為甘甜。起初大衛就想逃到去曠野去躲避災禍，希望能夠借此遠離痛苦。佢仲希望自己能夠變成一隻鴿子飛去曠野，以為咁樣喺嗰度呢就能夠成為安全嘅避難所。不過最終大衛選擇奔向上帝，堅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夠拯救佢，使到佢得享平安。去到22節和合本修訂版，大衛呢就呼籲眾人咁樣講：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，他必扶持你。正如上帝唔會離棄大衛一樣，當我哋面臨困境嘅時候，佢亦都會聆聽我哋嘅禱告，並且扶持我哋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好好活好今天，繼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，又或者可以下載靈命日糧嘅手機應用程式，繼續收聽其他嘅屬靈材料。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，彼此代禱。願上帝賜福與你。